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财政部公布到去年的税收是超收5283亿，创下着历史的新高。国民党的立委提出着草案，认为应该把这税轻付人民，全民都要普发1万块。不过财政部讲，若是无考虑到整体预算的收支，都来普发，恐惊会发生着借钱来发钱的状况。 轮流行就港台各自表态，税收朝廷行税和民众公听会，今仔日伫咧立法院正式召开，那立会产业专家同齐开会，要来讨论民众到底国民党领到这1万块红包。超征了1700亿，占超征里面40%，都是中所税。中所税就是你我的每个人交的钱呐、那我们多交了，拿一点回来也天经地义了。 南洋大组织提出普发现金的提案，认为2大条件：全年税收实定增加达到迄年度预算的120%，或者是实定赋税收入超过预算3000亿，符合其中一个就爱普发，而且未来可能变作伤害。来看20历史税收净达超过3条，超定金额来到5283亿，创下历史上悬的纪录。过去2002年就因为超定超过5000亿，全面普发6000，所以国民党提案，即便嘛要普发1万，和全民共享超定的成果。我们的内需市场过去1年，整个包括了餐饮、零售、物流、通路业，都非常迅速的恢复到以前的水准。在这个时候，普发现金的目的已经不在了。对民进党立委主张过去会普发，是因为疫情期间鼓励内部需求，如今并无这个需求，任凭一人讲一款，专家的看法又搁是啥？税收超征并不代表政府财政有余裕。那我们今天真的要做到还税于民的话，要先确定说财政是有余裕的。那但是如果把税收超征跟财政余裕直接去做连结，那这个连结其实是有问题的。专家观点拢希望第一步已经错，就卖个继续聊落去。财政部嘛烦恼，假使逐年常态普发，可能面对借钱危机，税收到底敢爱行？各界观点拢无相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